因为像拿山滩甲日头顶美景的安平渔光岛，伫艺术节拍响名号以后，假日人潮愈来愈多，嘛吸引知名实景节目来取景拍算进驻寒冬。毋过因为渔光岛受限保安林等土地利用的法令限制，立委林俊宪特别邀集中央农业部甲市府相关主权单位到场会勘。对此地方希望政府带动就业，加整顿市容，相当期待。我们这里的观光要把它打好，因为像现在地震局那个渔光岛的南侧四季重化，北侧四季重化，未来住户会越来越多人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的一些生活机能要把它做好。可是渔光岛它就是因为它的土地有林业署的。因为它是中央全级的，所以可能在规划上可能要一些行政啊，要麻烦各长官局处来怎么来协调这样。会中市府副秘书长嘛强调，不管是中央提出的拨用，或者是市府倾向承租，拢表达依法全力协助。因为该节目日前伫澎湖取景，每个月平均创下7-8万人次的观光效益，所以本身嘛是台南人的导演，希望借着明星力量，去少年人回故乡打拼。很多隐藏的文化也好，美食也好，能够被明星艺人短暂的驻留提炼出来，然后跟当地人去做互动，去一起生活。那再打造一个旅游的 SOP， 然后最终交接给在地人持续发展。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说，很多人都是出外去打工，或者是说因为自己的土地、自己的家乡这么美好，但是他没有工作的机会，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通过明星的短暂驻留，然后来呼吁年轻人回乡，可以建设自己的家乡。立委林俊宪日前才针对渔光岛向中央争取7亿外，要来改善人外交通。今日阁进一步争取片场场景的保存等等，要让渔光岛改变的契机。我们是不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啊？如果有比较漂亮的非常好看的的那个拍摄场景的，我们就把它留下来。所以呢，也得到目前相关单位像林务局、像台南市政府的相关单位民政局观光局、公务局等等我们大概也经过很多次的协调。那地方的里长林里长也非常的支持所以我想。未来让渔光岛更好、更漂亮、更方便，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愿望让我们大家未来一起努力。台南发展北观光南自由贸易港区，其中渔光岛透过市地中划，未来朝向国际级景点的实力将无可限量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